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分享下咧？其實你同葛培理嘅佈道團個淵源係點樣嘅？葛培理牧師嚟過香港幾次？1956年第一次嘅時候，我仲係小朋友。到1963年咧，佢準備嚟，殊不知咧佢病咗。嗰時候咧，我就參加咗陪談員嘅訓練。佢嘅同工咧叫做 Gustafson， 就代佢講道。到1973年開始做傳道人啦。從73我哋喺香港咧就可以籌備1975年嘅葛培理佈道大會。當時佈道團嘅主任何理牧師咧就常常駐守香港，咁佢就需要一個人咧幫佢翻譯。我就可以抽到有時間咧，就同佢咧同佢翻譯，就幫佢咧將佢嘅工作嘅計劃講俾一啲咧組長去聽。咁到1990年嘅時候，我就被推選做大會嘅副主席，亦都咧幫一啲咧嘅組別嗰種籌備嘅工作。又在1993年咧有個好特別嘅機會，就葛培理牧師喺中美洲哥斯達黎加嗰處咧有向全球轉播嘅佈道大會。當我去到會場嘅時候，見到咧有幾十個嗰啲嘅 booths， 嗰啲嘅攤位，每個咧嗰啲嘅攤位裏邊咧就有一個國家嘅翻譯員。我有機會咧同埋朱亮基牧師咧兩位一齊，當葛牧師喺講台上講英語嘅時候，即時傳譯員咧就傳成為西班牙話。我喺個帳幕裏邊咧就翻譯成為廣東話，朱牧師同埋我。咁呢啲嘅節目咧就即時轉播翻嚟香港。咁香港嘅弟兄同埋姊妹帶埋佢哋嘅親友咧，就喺呢紅磡體育館嗰度能夠聽到，又喺個地方咧就呼召人嚟決志。咁現在啦，到葛培理牧師佢嘅公子葛福林牧師嚟香港，我哋香港好多教會嘅代表就組成葛福林佈道大會嘅籌備委員，我有機會能夠擔任執行主席嘅工作。其實牧師，我相信喺咁多年裏邊咧，都有同佈道團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其實喺葛培理牧師成個佈道工作上嘅時候，牧師嘅體會係點樣？我相信神興起咗唔同嘅時代，佢能夠使用嘅僕人。葛培理牧師好忠心嘅傳達福音嘅信息，但係到呼召嘅時候咧，聖靈就做工作，亦都在佈道大會之前鼓勵人祈禱啦、帶人赴會啦、詩班啦，就事後栽培等等嘅籌備咧，就更加要睇過當地嘅地方嘅信徒，大家聯合一齊有個合一嘅見證。神真係答應祈禱，使用咁樣嘅準備工作，使到大會咧發生好嘅功效。係啊，嗰時對香港一個福音嘅運動上面一個好大嘅收割嚟嘅。其實牧師都知道咧，其實自從葛培理牧師咧開始去退休啦，亦都葛福林牧師亦都去接任呢個工作嘅時候，都係2月份嘅時間咧，其實都去咗菲律賓嘅地方有個佈道會嘅。其實牧師你見到葛福林牧師嘅時候，你個體會係點樣？2006年2月咧，係葛福林牧師葛培理嘅公子咧，第一次在亞洲舉行大型嘅佈道會。有機會獲到邀請咧，就同埋周永健牧師同陸幸全牧師咧，去到馬尼拉2月2號到4號咧嚟觀察嗰處嘅佈道大會。佢哋在4場成年人、1場兒童嘅佈道會當中咧，入場嘅觀眾咧，或者聽眾咧係31萬，然後咧決志信主咧係33000多人。會說話講咧個決志率咧係咧10.6%嘅。我哋好感受到咧呢位佢嘅公子大概咧54歲，咁就相當咧成熟嘅一位佈道家。佢嘅信息、佢嘅誠懇、佢嘅謙卑，甚至佢嘅聲線咧都同佢父親咧係相似嘅。有人話如果你冇睇到佢，你以為佢爸爸講説話添。我哋好感謝神，真係 like father like son。爸爸點樣，個仔都係點樣，配合埋音樂節目佢見證等等咧，見到神仍然使用一個傳道人嘅第2代，使到榮耀咧歸俾天上嘅父神。即係好多觀眾都好想了解，就係話其實葛福林牧師其實嚟香港其實過程嗰個嘅即係幾時會有呢個決定啦？其實佢對香港嘅負擔係點樣嘅？喺2005年咧，就葛培理牧師嘅同工，亦都係喺以前75同90年咧駐港嘅佈道團主任何理牧師咧，就嚟到香港，
稍微咧介紹下，原來咧神都使用葛培理牧師嘅仔啦，而家都50幾歲啦，喺美國好多處地方咧都蒙主使用，亞洲嗰啲地區咧係準備請佢嚟香港咧嚟報道。咁睇下香港嘅教會咧有冇意思去邀請佢。我哋好感謝神，我哋見到各宗各派嘅領袖，大家一齊呢喺度傾談嘅時候話，我哋可以組成一個咧係報道會嘅籌備。我哋感謝神呢，因此就得到香港許多教會大家嘅認同嚟組織呢一次嘅籌備委員會。好寶貴又嘛，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其實今次亦都係香港回歸之後啦，即係一個嘅時間裏面搞一個咁大嘅佈道會，其實亦都係中國境內一個咁嘅佈道會。其實個意義會好大嘅，其實牧師覺得。2007年呢，剛好1997之後嘅10年，亦都係咧馬禮遜來華係200週年。在咁有意日子當中，我哋能夠慶祝耶穌基督喺香港嘅恩典。我哋嘅祖國話有50年不變，我哋經過10年，我哋可以喺處地方嚟傳揚福音嘅意義非常嘅重大，咁鼓勵我哋香港嘅弟兄同埋姊妹一齊起嚟，要帶領人歸信主。陳牧師，我知道咧，其實葛培理佈道團咧，其實對中國嘅呢個城市嘅國家，其實都好有負擔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都分享多少少呢個部分？葛培理佈道團咧對福音傳遍普天下係好有負擔，加上咧葛培理牧師嘅岳父啊係一位喺中國大陸傳福音嘅宣教士醫生，所以葛培理師母咧係在中國大陸嗰處地方咧最初受教育嘅，然後咧後來佢翻到美國，後來遇到葛培理牧師咧結婚，好多時候喺佢屋企裏邊咧都用筷子嘅。所以葛培理牧師對中國同埋特別師母咧有好深嘅負擔，咁因此對香港咧都好有興趣咧嚟傳福音。喺早段嘅時候咧，葛培理夫婦去過中國大陸，喺以往幾十年裏邊咧都有機會能夠拜訪我哋政府嘅高層，好得到咧佢哋嘅肯定。喺最近呢，葛培理佈道團亦都咧做中間嘅介紹嘅崗位，使到咧中國嘅聖經展覽能夠在美國幾個城市嚟舉行。呢次能夠在中國嘅領土之內，就係香港舉行佈道大會，剛好咧係香港都舉辦多個回歸10週年咁樣嘅慶典。在呢個時候，福音能夠藉個佈道大會喺香港嚟傳播出嚟，而且能夠使到香港鄰近嘅地區，或者藉着咧係轉播，使到好多係地區嘅人民，包括我哋中國人民，希望因此聽到福音係好特別有意思嘅事。2007年呢，亦剛好係馬禮遜來華佈道傳福音咧係200週年，呢啲加埋一齊咧，我哋真係見證神嘅恩典喺香港嗰處。其實葛福和牧師能夠踏入中國嘅一個嘅境內咧，做一個咁嘅佈道會，其實我相信佢一定好多感受嘅。牧師唔知牧師嘅感受係點樣？如果我係葛福林咧，會感受到媽媽或者係公公咧喺中國做宣教士醫生，自己而家能夠在香港向着咧數以萬計嘅人嚟傳福音，我相信佢心裏面一定十分嘅激動。又相信葛培理老牧師夫婦咧，一定為佢嚟禱告。我哋好相信咧，當呢啲嘅信息能夠咧，藉着好多嘅現代科技繼續傳開嘅時候，好多人會繼續聽到福音，又回應接受耶穌做救主。牧師作為今次大會執行主席咧，有咩期望？第一，呢個聚會咧係希望各教牧同工喺教會嗰度呼籲弟兄姊妹祈禱，一同參加籌備，好似就陪談員跟進詩班、大人赴會等等嘅工作，有啲果子咧翻到去教會。第二咧，呢個聚會好似喺菲律賓嘅時候，總統阿羅約夫人咧特別要邀請咧葛福林牧師去食早餐。咁報紙啊、傳媒咧就頭條嘅，或者咧好顯著嘅地位咧係刊載喺街道上咧，好多嘅 posters 嚟宣傳。我深信在香港以往好多個佈道會裏邊，我哋主辦嘅同工盡心費力，但係咧香港嘅整個社會唔係一齊去主導。好希望呢一次咧能夠使到政府嘅高層、普通嘅老百姓，以及咧無論係說英語、印尼話、泰國話、
菲律賓話同埋咧講國語各階層嘅人，大家同咧去受到影響，去參加呢個聚會。我哋想翻到在菲律賓嗰個決志嘅比率咧，去到10.6，我哋好希望香港咧都有如此嘅機會，許多人能夠相信主。在籌備嘅時候，我哋基督徒已經受到裝備，靈性得到復興，有愛靈魂嘅熱誠，又一齊投身喺大會嘅工作。好多牧師嘅分享，牧師有冇咩特別嘅説話想鼓勵我哋嘅教會咁樣嘅？讓我哋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一齊參與各福臨佈道大會。